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，有一种公务员特别辛苦，就是感觉的管理员。咱的记者来进入到台北看守所，深入来了解。以直夜班来讲，上班的时间是为早起的8点，一直到过长工早起的9点，总共是25点钟。而且一个人至少都要面对100个犯人。今仔日个专题报道，咱就来听家家管理员的心声。 我们这个工作室面对的是收容人，当然都有被攻击过。我就怕他不睡觉，做一些脱序的行为。好，谢谢。通过一道一道冰冷铁门，原来到台北看守所的后一下，空气中充满着警戒气氛。我们要先进去好了，好，音量放轻哈。 伊是监所管理员陈昭莹，超过郑捷、王定玉等重大死刑犯加各种的罪犯，到庭已经有15年啊。就是一些性侵犯、公务人员、民意代表还有一些社会瞩目案件的人，像之前可能土豪哥啊虽然外界拢叫因业准，不过这份头路无超过平常人的毅力甲反应，真正无多。好，譬如说，他就会跟你讲说，这个同房的我不喜欢他。 你如果不把他调走，我就杀他。小野社准备运动。这条好一些的通道有不少大开，伫遮古过，像前总统陈水扁、副少爷李宗瑞、甲何一航等等。即马才有一位去年开设到永和分尸命案的美国嫌犯，因无挂脚铐，嘛无挂手铐，陈昭莹一个人都要管几百个受刑人。 我们管他全部就是吃喝拉撒，他吃饭甚至他上厕所，他洗澡，他要喝水甚至生病的那个吃药，还要我们喂他。食饭的时间，由表现较好的受刑人协助为边仔这个坑送饭入去，结果令人看伊即马坏甲敢若土啊共款，随时有可能情绪爆发。 现在看起来好好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有那个警觉性。像譬如说我都带着警棍啊，我们还是都要有这种警觉，因为他为什么会犯罪进来，就是表示他个人的一些欲望方面比较没有办法控制。监所管理员应该是全台湾上辛苦的公务人员之一。那上夜勤为早起8点到过长工的9点，足足25点钟，其中备勤9点钟，等于时薪70块尔。日勤嘛无轻松，看起来休假敢若真济，也毋时常的加班。大到处理受刑人看诊自杀自残，小到送因买物件，即马和陈昭莹坚守岗位的是一份使命。 即使我们现在可能心里充满了负面的情绪或负面的想法，但是主啊，你都知道，你也愿意来接纳我们。这个20几岁受刑人，因为伫街路甲人驾车跌死一个人车祸死亡，被判刑10年。 我带过成千上万的收容人，里面只要有1个或2个，他因为我而改变，他就可能救了一个家庭。这里就是社会的缩影，甚至我必须说了有些在外面的人可能比他们在里面这些人更坏。譬如说什么黑心油、一些工厂的污染，它可能影响的是整个城镇的。 陈昭莹无袂记，因看守家到最后目的就是教化辅导，因为这人最后嘛是要重新行入社会，就惊讲教化的效果有限。像宜兰监所的管理员李宗伦，伊一个人都要顾250个受刑人。9比4、1比10，临近的日本是1比5点多，新加坡也是1比5点多。那我们算是。 1个人抵人家2个人用。监所管理员直接看到外界痛恶的罪犯，看过上深的黑暗，嘛看过街头换面的忏悔。因本来就是受刑人会使改变的关键，但过讽刺的是，过劳甲血汗，却甲因画上等号，身负重任，却嘛是政府无重视的一群人。